这个白鹭风台扫过南台湾，嘛甲水流茶种扫入去台东富公渔港。那渔民无法度出海掠鱼，参往回绿岛的船只嘛全部来取消。要甲人士就要到成功渔港去坐船，或者是转去坐飞机，但是参要等后补的机位拢真困难。富公渔港的海面飘来一堆满的水流茶，连海面拢看袂清楚。伫白鹭风台过境了后，受到西南风的影响，原本伫出海口的水流茶，一透早渔民发现讲，拢流入来渔港，无法度出海。10天的啦。农民讲，损失还佫有政府补助啊，渔民厝安尼要政府敢有咧补助无？若是渔民惊出海船也会弄歹去，连往回台东甲绿岛航班的，嘛因为这水流差影响，全部拢取消。要去红头树的，全部改对成功渔港上船落船。旅客到渔港看到这种情形，行程完全拢乱去啊！有的人离开，有的转往机场，但是候补机位嘛真困难。船都没有开，所以只好来补飞机。今天应该我看很难补上。我们从今天开始找开口企业的业者就开始做清理工作。我们预计在最慢在2天时间内，港区的部分会做处理。其实10天前800风灾时阵都发生过这种状况啊，不过这次咧搁再发生，目前只会当单台怪手来处理。若是旅客感觉真困扰、真无奈，绿岛的观光嘛受到影响。